还有折短裙，现在跟大家分享怎么折短裙。短裙很简单啊，比较没有这么复杂。这样折，折对，先折一半，再折一半，再分，再折。这边也一样，再折。折了之后，这边折一个斜角。斜角，就这样，短裙就折好了。短裙配女生的衣服就这样，这一套女生的衣服短裙都有了。然后这样子一套衣服短裤，然后等一下就分享折那个长裤跟长裙。